桃园搁再掠到职业教场，现场嘛掠到一个83岁的查某教客哦。中坜分局伫顶礼拜五伫建兴路一栋大楼的地下教场掠到31岁的负责人，搁有27个教客已经依法上班咯。这个职业的教场内底，教卡的平均年岁拢较侪岁，甚至有83岁的查某教卡嘛在场。这个教场就伫咧中坜建兴路某一间大楼的4楼。中坜警分局连续几啊天搜证。了后，会动保台霹雳小组强势攻坚。顶礼拜五暗时啊11点左右，甲31岁姓陈的负责人甲教卡27个人带登去侦办。专案侦讯了后，31岁姓陈的负责人以刑法暴缴罪移送侦办，现在27个教卡以社会特殊依法裁罚。持搜索票破获职业赌场，现场带回诚信负责人及赌客27人。并查扣统筹牌、骰子、牌尺及赌金逾新台币6万元。今年以来，4月份八地分局查到伫巷仔底拍麻将的交警，当场逮捕社长的负责人，甲交卡拢总41个人。5月份中坜分局掠到德联邦信动交警，当场逮捕33个人，超出跋缴的资金30多万。这个地下交警出入拢有管制，交卡拢是老主顾。一个牵一个，透过通讯软体来联络，去用抓了后，搁用同款的手路，另外找所在搁运作。警方嘛持续追查甲抓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